第18屆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澳門站開幕式暨歌舞表演6月30日喺澳門議事亭前地開幕。本屆文化週澳門站嘅主要活動於6月27日至7月10日舉行，多角度展示中國與葡語國家嘅文化特色。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秘書長季先增表示，本屆文化週以中葡文化相會，四海皆為知音為主題，涵蓋歌舞表演、手工藝品展覽、美食展示及系列互動交流活動，期望各葡語國家以多種方式展示文化特色，共同打造中葡文化交流嘅重要品牌。開幕之後，來自中國、澳門、巴西、佛得角、葡萄牙等地的演藝團體輪番登場，為觀眾呈現橫跨幾大洲嘅視聽盛宴。文化週之後將移師青海及北京，舉辦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動，進一步擴大文化週嘅影響力，深化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嘅人民往來。